来关心洛西亚各具高阶重领轰掠器，即马一个是陆军的副参谋总长沙马林，伊23时是因为伊大规模讲收乌西钱，即马互军事法庭收押。即马是俄罗斯伫第4个国防部的高层，因为贪污的关系轰掠器，恐惊会互上当判15年的有期徒刑。俄罗斯媒体23报道，军事法庭下令逮捕陆军副参谋总长沙马林中将，理由是伊涉嫌大规模收乌西钱。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年多以来对军事领导阶层进行的大动作改造，也是世界各大第4位被逮捕的国防部高层。Борьба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– эт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ая работа, это не кампания, это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должающаяся работа. Это составная часть, собственно,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ших 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. По деталям я ничего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, ибо не имею на это полномочия. 这项指控相当会当判15年。严过克林姆林宫否认正伫咧对俄国的高阶军官进行整肃行动，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月正解除国防部长绍伊古的职务，改由在京官僚出身的前副总理贝洛索夫接。BBC 报道，这件代志伫咧1年前，俄国的佣兵集团领导人普里戈金批评俄军的高层腐败无能，就让看到线索。路透社认为，俄军伫咧过去几个月点前线有进展，普京想要借这个机会通证经济资源。支援前线战争，并且消除军中的腐败，也有浪费资源。因为俄战争也搁伫咧拍。挪威司法部23表示，将进一步限缩5籍旅客入境。挪威是北约成员国，加俄罗斯伫北极圈相接，边境有要到200公里。自2020年开始限缩合法5籍的旅客签证，以后除了探亲以外，俄国人恐惊完全拢无法度入境到挪威。公司新闻张伟玲、吴其昌编译。